尽量尽量坐头前，坐头前的上司嘛，尽量坐伫个位的中安尼避免你做礼拜的时阵若较慢来的迄个兄弟你搁爱经过你影响你礼拜迄个听上帝话的迄个整个程序所以邀请会友兄弟会当尽量坐头前，坐头前的时阵，嘛会当尽量坐你椅仔排的中椅仔排的中安尼第一个是你袂你做礼拜的时阵袂受影响。第二个时阵嘛方便较慢来的兄弟直接坐你较袂安尼徛来徛去所以咱大家来配合虽然这习惯较歹一遍都调整过来，不过咱继续来调整了OK。请咱准备心准备心来今仔日的礼拜，今仔礼拜。礼拜开始，咱开始来唱唱咱的诗歌来学到上帝。我用祈祷来到主的面前，咱坐着吟就会使我用祈祷来到主面前，全心全意追求你。洒自尊骄傲的心情，我都要归你。当我祈祷的时，我切切恳求你，你手所做的，超过我心所求。当我祈祷的时，你赐开来勇气。相变正欢喜，当我是一个软弱的心，我要完全倚靠你，用你慈爱成就来扶持，并全保护我骗你。我切切恳求你，你手所做的，超过我心所求。当我祈祷的时，你赐开力勇气，安慰搁扶持，予忧伤变正欢喜。当我祈祷的时，我切切恳求你，你手所做的，超过我心所求。当我祈祷的时，你赐开力勇气，安慰搁扶持，予忧伤变正欢喜，予忧伤变正欢喜。有主伫咧，所有的忧伤拢变做欢喜。主嘛教是咱讲，凡事就爱感谢，凡事爱感恩。咱即时来为着过去的日子所拄到的代志来献上感谢。伫感谢之前，咱来读主的话，诗篇136篇30到50，咱同齐来。着感谢万主的主，伊的慈爱永远存续。只有伊最奇妙大事，伊的慈爱永远存续。伊用智慧创造天，
伊的慈爱永远存续。上主啊，你若会记得人的罪过，主啊，什么人会跳会调？总是你为赦免人，互人通敬畏你。咱来感谢上帝。昨伫咱教会举办的久真久无举办的信徒讲座，有差不多100通的兄弟同齐来参与，来受造就，来受装备。咱感谢上帝，嘛感谢上帝。过去这礼拜虽然天气有真寒，但是主拢保守咱平安来经过。咱为着所拄着的每一项代志，咱来献上感谢。嘛，为着咱伫个过程中间，咱做无够业，也是有互主的名得到歹的印象的，也是有犯罪的，咱嘛恳求主来赦免。那伫个主的面前，咱来个认罪悔改，咱开声来祈祷。主的上帝，我感谢你的圣神保守看顾，你过去一礼拜平安经过，虽然天气寒冷，但是你在中间去互阮好身体，我献上感谢，感谢天父的保守，互阮伫3章的信徒讲座，真济兄弟，愿意开时间来受装备，就感谢你圣神的保守看顾，谢上帝，我靠我的圣灵赦免我的软弱，做我的罪，完成我的罪，感谢主，我的人真正心心灵拢得到主你的听同甲我安慰照顾，安尼感谢基督，靠耶稣的名，阿门。万权的主啊，爸爸上帝，你假使阮讲，阮就凡事感谢主，阮感谢你。伫过去这礼拜，虽然天气真寒冷，但是主你都保守阮兄弟平安经过。伫寒冷中间，阮搁一遍来体会了主你所赏赐予阮的慈爱甲温暖。主，向你献上感谢。主，我感谢你带领昨信徒讲座顺利来完成，有100通的兄弟因开时间付出代价来接受装备、接受训练，甲主的关系会当拿来咱亲密。主，我献上感谢。父上帝，我恳求你的灵来赦免阮的软弱，因为肉体，因为阮心性软弱，致到犯罪，无下主你做出无下主你旨意的代志来。求主圣神赦免，阮将阮的罪过一切拢摆伫你的手里。恳求主你的保护，搁一遍洗清阮，互阮的灵魂体拢被拿洗，互阮会当甲主的关系会当搁一遍拿来咱亲密。献上恳求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移地甲头棒，咱由原来读诗篇28篇第90到第80第90来。上主是主民的快乐，是伊选立的王得救的避难所。求你解救你的子民，赐福伊做你产业的子民。求你做因的牧者，永远扶持因。咱邀请主耶稣成做你灵、你的思想、你的情感、意志甲身体的主，将你一切的挂虑拢交托给主。而且你若会当欢手伫你有病痛的所在，来向主恳求，求主圣神来医治，嘛赦免来了赦有伤害过我的人恳求上帝圣神大气力来医治咱每一个人每一个兄弟，咱恳求的声要透到天父上帝的耳孔，咱大声出声来祈祷。天父上帝，你是阮的主，你是阮的身体的主，感谢你，互阮有一个自由的意志，互阮会当有思想，互阮会当明白主你伫世间人中间所做一切成就的事。感谢主你过去的日子，多领阮平安顺遂，检查要人有意无意中间来得罪阮，或者是辜负阮的主，你互阮有一个软弱的心，你的手扶持伫一个地面上的四个头，也扶持阮本身的软弱，互阮会当真心来饶赦宽恕，互阮会当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啊，爸爸上帝，阮每一个兄弟的性命拢对你来，
阮的身体一切，主你拢了解，主阮是恳求你圣神，你来怜悯，你来医治阮所有兄姐，阮的肉体有欠安的，有病痛的，拢求主圣神你医治大气来临到因每一个人身上，互因的心灵拢得到主你的医治，得到透放，互因的灵会当甲主你三结连。领受对你来平安啊喜乐，主愿将每一位拢仰望伫你的手里，恳求圣神大气力，拢甲因伫咧祈祷，奉告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为了今仔日的主日来守望，咱同齐来读希伯来书11章第6节来。无信就袂当互上帝欢喜，因为亲近上帝的人一定要信上帝有存在。我信伊会互追求伊的人得到报赏。咱为了今仔日牧者今仔日咱邀请柯英峰牧师来讲道，伊是前南港教会的主任牧师咱为了咱的中职团队咱所有的同工来恳求主来恩膏赐属天的气力。来互服侍的时间会当用更主上帝，嘛互人得到利益。咱继续为咱教会的聘牧的代志来祈祷。会友若有看到是有感觉有适当的牧师人选，拢欢迎来推荐聘牧小组。嘛为了聘牧小组的成员有上帝来智慧甲异象，会当来找到那个互主欢喜的牧者嘛适合伫咱教会发展的牧者同齐同心来为教会未来来努力，嘛为今仔日主日的关怀事工来祈祷，嘛为财务部经常费咱来奉献每一个月目标是120万，求主来供应并纪念每一位兄弟的奉献。为了新任的财务部同工少林节甲威风来感恩大道，嘛继续来推动会友的月定奉献，目标是会当80%以上。咱为了这来献上祈祷，上帝，阮献上感谢，主你是阮的主。你是阮的头，主，阮感谢你，你圣的主日，阮感谢你，遮阮甲主你来相见面，特别阮感谢你，好用牧师，你今仔日来操帮主你信息，要阮通得到更较济对主你啊来的福分，感谢主。阮这个教会也需要一个牧者，恳求你早日照着主的意思来找来享受阮教会的这个头，感谢主。阮伫阮每一个同工所做的代志顶头，主你拢享受互伊诚侪芳芳的祭来献予主啊，爸爸上帝，你是阮的头，你是教会的主。每一间教会拢是主你所设立的，主阮献上感谢，主阮也恳求你圣神继续来引带教会伫聘牧事工顶面，主阮恳求你圣神由阮手术和聘牧小组有对来智慧甲看见，来邀请适合伫教会发展的牧者来管理教会，来引带教会头前的路。求主圣神，你亲自来掌权带领，保守财务部的同工，特别是新任的少林节甲威风2位同工，求主你来加添气力甲智慧，保守阮教会所设定的目标，月定奉献当80%以上的，以及每个月的奉献有120万这个目标。求主圣神，你亲自你来供应，嘛纪念所有会友的奉献，互阮每一分钱，拢是为着教会的事工来真谨慎来处理来付出。阮献上恳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继续上尾，咱用主祷文来祈祷，来，愿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
你的旨意得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落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要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要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我的心静静，专心听候上帝。我的拯救是对伊来，只有伊是保护我的石盘。我的拯救，伊是我的堡垒，我拢袂摇动摇。上帝啊，伫你的殿内，阮思念你的慈爱。咱同心来祈祷，请咱做伙来吟诗，圣诗281首。上帝指示临在，上帝指示临在，请起立，做伙来吟诗。上帝指示临在，大家同心敬拜，你主面前虔诚服侍。上帝的圣殿内，大家点睛礼拜。心肝全意虔虔跪拜，独一敬拜上帝，心可里边跨界，我努力到万代，上帝永远存在。大金大石河海，万圣万族为你敬拜。现在，现在，现在，因门头到天涯，天使圣道军前服侍。主啊，落听，阮所吟闭闭声，为我努力存命，困求万国源头，牵起我心焦头，只可成主主必等老，亲像盛世骄骄，看你灿烂荣耀，互阮学乐祷告拜祷。
圣旨高永远，万军的主天高，万里显会最大。阿门。咱同心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创造宇宙万物，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万福的源头。上帝啊，阮感谢你，感谢你伫这寒冷的天气，你啊保守阮每一个人拢有一粒火热的心，甲好的身躯来赢过寒流，来到你的圣殿听叹主你的教导。互阮更较明白主你所要教示阮的，互阮知你的伟大。如果若无主，阮啥物都拢袂晓；若无主，阮啥物都拢袂当做。主啊，阮感谢你，你早日差派的陈牧师来做信徒的教导，互阮受益多多。主啊，阮的教会要聘请牧者，恳求主你感动甲差派合心意的牧者，来成做本教会牧师，来带着阮即群的羊群来行头前的道路。主啊，阮也恳求主你，互阮今年度的所有的事工、所有的同工同心合意，顺利来完成，为着完成所有，为着要荣耀主的名。主啊，阮来感谢俄乐，阮来献上阮的感谢，阮来祈祷奉靠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门。请坐。有主怜悯，听阮祈祷。请坐。咱做伙来启用，启用伫圣诗后面，启用文14篇，诗篇46篇。咱是上帝是咱的避难所，咱的溃难。是患难中及时的帮衬，虽然地大变动，山刷到海中，海水也应哗哗吼。因为海用有蛇，这声咱拢免惊。有一条河，伊的水流互上帝，会诚欢喜。就是伫至高上帝徛起圣的所在。上帝踮伫遐，城一定袂摇动。天曝光，上帝就帮赞伊。列邦哗哗吼，列国动摇。上帝出声，地就逍遥。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雅各的上帝做咱的要塞。来看上主的所做，看伊伫地上奇妙的作为。伊压一根斩断枪，放火烧战车。伊予战争拢煞，全地和平。拢静落来，就知我是上帝。我伫列邦受尊重，全地受尊罪啊！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雅各的上帝做咱的要塞。来献诗，请长笛团来献诗，感谢上主大恩惠。
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可福音5章1到20节。新约圣经马可福音5章第1到20节。耶稣过去加利利湖的迄边，极乐心人的所在。伊一个落船，有一个互邪神附身的人，拄对蒙仔埔出来，拄着伊。即个人拢踮伫蒙仔埔，人用铁链甲伊链袂牢，真侪便人用铁链甲骹扣甲伊捆绑，铁链互伊插断，互伊串断。骹扣互伊讲喙，无人有气力甲伊制服。伊每日伫蒙仔埔，也是伫山坪乱嚷，用石头伤害家己。第6节，伊伫远远的所在看到耶稣，就行来跪伫伊的面前，大声喊：至高的上帝的囝主耶稣，你莫插我！我指上帝的名，恳求你，毋通苦楚我，因为耶稣有对伊讲，邪神对即个人出去。第9节，耶稣问伊：你啥物名？伊应讲：我的名是军团，因为真大阵。伊迫切哀求耶稣，毋通赶因离开迄个所在。第11节，迄时，附近的山坪有一大群猪会食物，邪神求耶稣讲：有一个讨食。邪神求耶稣讲：互阮去猪群遐，通入去因内面。耶稣准因，邪神就出去，进入迄群猪，归互猪群，约有2000只。对山坪撞落去湖内，河水淹死拄死。第14节，饲猪的人就惊甲去城内甲乡村报即个消息，众人就出来要看有发生啥物代志。因来耶稣遐，看到迄个互鬼附身，就是捌互军团缠着的人坐伫遐，有穿衫，精神正常，阁真着惊。看到人就互鬼附身，看到人就将互鬼附身的人甲猪群所拄着的代志，甲人讲。因就要求耶稣离开因的所在的地区。第18节，耶稣要上船的时，捌互鬼附身迄个人求耶稣准伊做伙去。耶稣毋准，甲伊讲：转去恁兜，恁亲人遐，将主任命你，对你所做遐尼大的代志，拢报互因知。20节，迄个人就离开伫加波利，传扬耶稣对伊所做遐尼大的代志。所有的人拢着惊奇怪。以上，咱再来要请本道请柯英洪牧师来讲道。柯牧师是前南港教会主任牧师。要讲的题目是对捆绑到头棒。主内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带领，会当咱今仔日做阵来敬拜。搁一摆，请咱阿头上来祈祷。听阮的爸，上帝，阮感谢你。伫寒冷的天气中，上帝你引带阮进入上帝你的殿。当阮进入上帝你的殿，阮的心就火热；当阮进入上帝你的殿，阮就感受遐个姊妹彼此的亲爱甲温暖。
也阮今日敬拜中要甲主日三拄，愿透过阮的祈祷，透过阮的感谢，透过阮的分享，添进去上帝你的面前。这个时，求主你也添进阮的心，我要透过上帝你的话，甲一个对阮讲话，祈祷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日我分享的题目叫做对捆绑甲头绑。咱都爱思维，带咱看一段不止长的圣经节，一个完整的记载。今日所有的圣经节内底有讲起一个人，用这个人，圣经写描写讲，这个人是一个富贵负心的人，所以有描写一个情景，甲一个中间的一个发展，今日故事的中间。讲到富贵负心，兼在最侪人会当对门看的角度来讲起，这个人什么镜头可以富贵负心？对医学，还是对神学、对哲学、对普通的知识，还是专业的知识，会当无法款的解说。所以今日牧师要甲咱做阵来分享的是，用咱信仰的角度、生活的角度，将信仰甲生活结连起咱生活中来看这段故事。富贵负心。咱第二个圣经都翻译做“邪神”，鬼，有时咱称呼做魔鬼，也是讲撒旦。邪神，邪神的意思，邪就是不正，就是无好。所以鬼负心也好，这个鬼，咱嘛讲是魔鬼、邪神，还是无好。换一个角度来讲，伊就是无好的物件，伊就是无正的物件。伊就是一个负面的物件，所以今日咱看见这富贵负心的人，伊有真侪会经营这段圣经内底。鬼，在咱的生活中，敢有什么款的关系？今仔日讲，咱今仔日身躯用起，咱无拄互邪神负心，无过好甲咱掌管今仔日身躯，也是咱的心灵，都是讲到鬼。既然鬼是一个撒旦，是一个魔鬼，是一个歹的势力。所以咱今日讲鬼，安怎用？比如讲咱讲对方的一个人，咱讲伊是啥？小气鬼、肮脏鬼、色鬼、毒鬼，好多鬼哦。当咱咧讲这个人，用这来形容伊的时阵，加上一个鬼字，表示啥？咱无啥感觉，迄是较负面的。同款。今仔日看待一个人，咱听来讲这个人啊啦，讲去北京伊讲啥？心中有鬼，啥人心中有鬼？就是你认为伊有可能伊所做一切，会疑神疑鬼。所以今仔生活中是，今仔用语的中间发现讲，这是真侪咱坏的物件、无好的物件、负面的物件。当圣经描写这个富贵负心的人，咱即件圣经对咱真简单看起，伊有一寡经营起的中间。伊的生活中有一寡状况，比如讲，这个富贵负心的人，圣经学描写讲，伊住伫坟墓内底，无人会当甲伊捆掉咧，就是用骹条铁链甲伊锁咧，也无人会当甲伊讲嘴，对不对？然后其实这个富贵负心的人，你是暗时去坟墓住伫坟墓内底，其他黑白喊黑白叫，这个富贵负心的人，佮摕石头伤伊家己。对今日的这段圣经来简单来讲，一个无好的物件，一个歹的物件，一个恶的势力，不管是控制你的身躯、控制你的心、你的机体，还是控制着你的头脑、控制你的心思意念，不管，伊有一寡无正常的生活。我一句来讲，这段的描写来看到什么？咱看到简单来看到有5种。头一点，伊住伫坟墓内，一个正常人会当住伫坟墓吗？无嘛？坟墓墓仔埔，坟墓代表是啥？代表是一个黑暗。墓仔埔代表是一个毋是正常人爱徛起的所在，是一个黑暗的所在，是一个甲世间、甲光明有距离的所在。我一句来讲，今日的生活中，咱无拄住伫坟墓内底，但是咱的心境，咱有阵咱是要去逃闪这个世间。逃闪一个光明的所在，去住去一个黑暗的角落，迄就是你的墓仔埔。有时咱要逃闪这个世界，逃闪你所面对的今仔日
譬如讲什么？比如讲学生若碰到考试的时阵啊，真爱早起透早起来跟爸爸妈妈讲下，爸爸，我今天肚子痛，痛得不得了了，可不可以请假？是要多想今仔日，咱就做咱咧工作，咱工作兄弟姊妹，有时咱工作压力到今仔日，还是到前一暗，知影明仔载要去面对一个真大的压力，迄个工作的业务真侪压力，所以就是规暝困袂去。嘛讲明仔载起来的时阵会当讲啥？讲今仔日有地动，还是讲今仔日车无通，我就免去。我想今仔实境的生活中，咱得到真侪咱的体验。有时咱无法度去面对今仔日，面对一个今仔日的世界，咱所爱面对的挑战，咱要多想。迄个多想就像这个人伫个所在，伊只有无法度去面对佢正常人的生活中，无法度面对今仔日的面对所有一切，多想，走去坟墓。对咱来讲，就是咱要远离这个世界。这个富贵有心的人，圣经描写讲啥？无有人会当甲伊绑掉来困掉咧，就连铁链卡了，也无法度甲伊锁掉咧。换一句来讲，当咱最受捆绑的是人生的中间，咱就是无要受约束，咱无要受约束。咱过去有一句话讲啥？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所以自以为是，你家己，所以无法度甲这个世间妥协，无法度甲这个，但是有时迄个无要受约束的时阵，是因为安怎？因为你无正确的眼光，无正确的判断，想要我自己可以就好。所以你喺迄个无受约束的中间，迄嘛是有时在生活中咱这种的捆绑，甚至更加严重。迄个无受约束的背后，是因为咱的心内，像这个人，伊讲铁链嘛无法度，嘛互伊踹断，卡了嘛互伊讲喙。伊是讲无法度有人甲伊制服，迄个无人甲伊制服的原因，就是因为伊的势内底讲啥啦？你有一个恶的势力，恶的势力在掌管咱的人生，歹的势力在掌管咱的人生。所以我毋但无要受约束，我去迄个所在搁安怎，搁要抵挡，然后受迄个歹歹迄个所在甲咱约束。有时咱相信咱家己。就是有时咱错误的相信咱家己，也做咱的啥？咱的势力比别人较强，也是咱的拳头舞比别人较大，也是咱讲的话较大声，对咱压别人。有时咱伫个所在拥有最恶权，恶的势力伫咱的中间，所以这嘛是一个捆绑，甚至这种的捆绑，多向世界无是要约束，佮家己了就是恶的势力。无正常的观念，最咧影响咱，更加重要。这种人有时造成四周围人的不安。所以圣经也描写讲，这个人安尼去，你是暗时伫某个布架乌白叫、乌白话，你若是遐行过的人，你若附近的人，互人感觉心内无平安。有时咱做伫咱的信仰电话中间，咱造成就是人的无平安，造成做无平安。所以遐做歹的人、做歹的人，伊就做我家己一个来承担一切，天掉下来我也能够承担，但是伊毋知，伊出来的人，伊四周伊关心伊的人。作者对伊真正袂当放心，迄个袂当放心，就是无平安。作者别人的无平安，这个富贵有心的，佮摕石头伤家己。有做恶的势力、歹的物件，不论是掌管咱的心、肉体，也是掌管咱的灵魂，也是掌管咱的所有一切。更加严重的是，有时咱你伤害家己，毋知影。譬如讲，青少年，
那是迄个恶嘅势力，迄个晚上电玩，山西产品电玩，那是受捆绑，有可能就是美去帮经，就像其他的人，有可能伊就是去个所在，无想要约束，一直引诱伊，所以一直愈来愈深，伊造成伊的父母真大的烦恼。甚至伊咧伤害家己诶，伤害家己伊甲人诶人际关系正常诶关系。伊咧伤害家己诶目睭去个所在，一直咧看着个伤害家己诶目睭，伤害伊诶心灵。我想，这就是咱一个捆绑诶人生，一个捆绑诶人生，互咱毋敢面对正常诶世界，想要美，想要闪。一个捆绑诶人生，互咱伫迄个中间。敢若只有看到家己，无看到别人啊！伫信仰的顶面，佫无得看到上帝眼光，一个捆绑的人生，伊个恶的势力，伊个所在，给咱内底咧教，你甲咱绑，你甲咱绑，一个捆绑的人生，造成你四周围关心你的人，听你的人，就在心内袂放心甲不安，甚至咱咧伤害咱家己。伤害咱的身躯，伤害咱的心，伤害咱的灵，伤害咱甲人的关系，也伤害咱甲上帝的关系。我在当下，等咱目睭渐渐还是当安静想看卖者，检查有时咱是过去，还是现在？什么在捆绑你？什么在捆绑你的人生？什么在捆绑你的日子？什么在捆绑你的脚步？什么在捆绑你想要做的？什么在捆绑你的心？什么在捆绑你甲人的关系？什么在捆绑你甲上帝的关系？我想，咱每一个人，或许曾经，或许现在，活在当下。当咱其他人生的中间，突然想起，咱也是活在一个捆绑的人生。的确有一个真大的期待，期待会当得到逃放，得到逃放。咱的确有这种的期待。期待当咱是期待点要得到逃放的时阵，咱是用一句话，咱这么信仰的话来讲，叫做苦毒在当中。有这种苦毒、这种苦迫，在咱的生活中，咱要得到逃放。找什么人来逃跑？有可能找专家，有可能找你的闺蜜、你的新的好的朋友，有可能找老师，有可能找辅导。我想这种需要。所以咱今仔在座，咱应该等咱坐去这个所在，当咱是一个信仰的团体，当咱。每一工甲主咧交配，当咱得到捆绑的时，你也阁有一条路，这条路就是找主耶稣来逃放咱。这条路是咱给现代人做一个基督徒，比无认捌主的人更加福气，是咱加一个选择。迄个选择也是上重要的，就是来当找主。来得到逃放，所以等于到今仔日圣经来看耶稣如何，那怎样来帮咱这个好贵妇心的人啊？当这个好贵妇心的人做主耶稣的时阵，主耶稣怎样来逃放伊？圣经就描写咱简单整理一下讲，当主耶稣看到这个人，这个所在，我问讲：你什么人？你的名叫什么？然后这人去个所在讲，我的名叫做群，还是叫做真济意思去个所在来介绍家己。然后耶稣去个所在，就做一个真大的动作，互伊心内这个鬼对伊身躯顶给他离开。然后迄个垃圾的鬼就拼入去猪群内底、猪条内底，迄个猪就规个拼落去到山界。然后迄个猪，迄个互贵妇生的遐个猪。去拼去猪条内底，遐个物件、歹个物件都淹入去海内，就去海内底给他消失。
然后互贵妇信的人，伫边仔迄个人，佮看见这个代志，叫迄个所在讲啊，这个人是咩？这个人是前是互贵妇信的，他今仔日既然穿好势，这个，佮穿衫真好，是一个所在，判若两人。然后这个互贵妇信的人，迄个所在，甲求讲耶稣啊，哪会当？我甲你撒较大。这简单的这描写，咱来看耶稣怎样帮咱。这个互贵妇信的人，也透过安尼要来帮助咱，互咱得到医治，得到逃亡。耶稣怎样帮助这个贵妇信的人？耶稣头前问伊讲啥？你的名叫什么？你的名叫什么？当有人问你讲，你的名叫什么？意思是讲，你介绍你家己，互我熟悉嘛。所以当人问讲你的名叫什么时，表示迄个人甲你想要熟悉你，甲你想要有一个关系。所以当人讲，人问讲我什么名，我就讲是我姓柯，我叫永康。都是你有时感觉讲啊，那你既然要甲我熟悉，实际上伊的意思更较看，就是你会当讲你家己无。啊！你袂当要介绍家己，就是安尼啊讲，你捌家己真实的我是什么啊？对无？当咱去看医生，医生要怎样帮助咱？医生也是中间会甲你问啥？医生甲你问讲，就是爱讲你先讲你家己是到底了解偌济？你叨位痛？你叨位无好？痛偌久？啊！你是安怎要来找我？你爱先认捌家己。做你要认捌我家己共款。你要熟悉我家己，我在座我可能有几个捌我，但是有即个人毋捌我。啊，所以我想要甲你建立关系。拄好甲你介绍我的名以外，我爱阁讲啥？我讲我是体育牧师。我讲啥？我即马72岁。我体育几啊年啊？我即马咱咧做上帝讲以外较侪休困。等，更较深的讲我家己。咱来到上帝的面前，就是你做医生，你要求到医生甲你帮助，你先爱你对我家己有了解。你来到上帝的面前，要主要所给的帮助你对主要所给的回应，你要对你先家己的认办。我要做耶稣，先让你就捆绑，你要介绍家己，你要整理家己来认办耶稣。我有什么款的罪？我有什么款的人？有什么款的有限？我有什么款的软弱？我是一个活在当下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现在很重视什么款的？我有什么款的需要？我有什么款的期待？我相信这是最好所谓帮助咱。你要家己先对家己面对家己来认识家己。第二项，当耶稣甲这人有一寡互动了，耶稣就真大的动作，帮助这个鬼，甲迄个敌军就拼入去海内，对去地面上拼入去海内。圣经也描写讲，就淹死去海内，表示讲啥？表示对你这地面上消失，表示对你的目睭已经看袂到，表示啥物？表示甲你已经离开。换一个来讲，就是断绝。当咱去做医生的时阵，咱伊给医生帮医生问诊，讲我家己，医生甲你判断检查了，医生你最后你真期待什么？你真在甲医生讲，医生哪安尼？我食这个药啊会好袂？若是安尼，我开这个刀，这歹的物件，甲我摕好清气袂？无好的，当甲完全除掉无？完全除掉，摕到清气，这是咱的期待。当咱求耶稣帮助咱，当咱有捆绑的时阵，咱嘛是爱求耶稣甲咱断绝迄个恶，迄个罪，找较清气，
这句话咱信仰的俗语来讲，信仰用语来讲，就是咱爱来个耶稣的面前，要动作甲清洁，要求上帝赦免个里面，只有这样，就是悔改。悔改意思，实际上咱只有悔，不容易改，但是悔改。悔改意思英语叫做 change your mind， 就是改变你的想思念头。就是咱去找医生，医生甲你判断好，做了，甚至甲你帮衬下你药啊、医治了，医生甲你讲啥，你要改变，改变你的生活习惯，改变你有一寡物件要断掉，改变你一寡无好的要拄掉，你要有改变，你要还该当转转。所以当咱来到耶稣的面前，求耶稣帮衬咱，但是咱有现状的情况，咱有一个捆绑，除了咱另外家己以外，咱求上帝当甲咱转转，转转咱所有的这些罪。说一切恶，然后我们看这个人第三个啦，足判若两人。这换一个不可能人，伊都不能让倒去坟墓内底的人，今仔当坐咧，佮穿啥？用穿衫，穿啊好势好势。用咱的信仰来过第三项的求主要所来帮衬，就是咱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跟你都好书第5章17节安尼讲。然后人去基督耶稣来，伊就叫做一个啥新创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啊，成为新造的人，旧的都过去了，旧的都过去了。等到叫做新的人出来，这个人也穿上起了新的衫，成为一个新的人。咱要去保险公司买衫无？咱这外口保险公司做侪哦。你去买衫，你安怎买？买衫了，你安怎反应？你若去买一件新衫，等于领导你第一项要创啥？啊，一定要去穿看卖嘛，对无？然后安怎去找一个镜，照看卖，哇，真个新衫。然后叫妈妈来买新衫，穿新衫，看伊走起来，那个姑姑照得好漂亮哦，哇，物超所值。但是，到底买一件新的衫？等你现在上面清洁，背后来享受我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新的一个人，加加速，迄个时阵你的身躯是流汗、拉撒、黏涕涕，你也马上穿新衫诶，你应该先安那？谢谢经历你咧，所以你经历你的换了性。调料喝水了，把那些脏的都除掉，穿上新人，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最后这个人最后这个人等于叫做一个新的人了，伊个主要所求啥？说主啊，哪会当求主你教我三个大，求主你教我三个大，这是咱信仰内底真重要一步啊！有时咱叫做一个新的人，叫做一个新创造的人，叫做上帝所救赎的人，叫做一个新的人。有时在咱的时阵的中间，咱有时难免一个跋倒。有时跋倒是因为咱的软弱，有时跋倒是因为环境的引诱、试探。所以当咱行这条路时，咱时常哎呀那，还佫继续耶稣继续请你甲我做阵啊，甲我大，甲我做阵行。当你甲我大，甲我做阵行这条路时阵，当我拄到试探、拄到绊倒、拄到软弱的时阵，你提醒我，你管教我，你引导我，你指出我的方向。这个福贵的信人就安尼得到帮助。所以咱来较木，当咱来受捆绑，他就吞不，唔望会当得到头绑，咱会记得来做主耶稣，咱来做。后来当找到一个这个捆绑的人，这就找到一个对捆绑的人，找到一个新创造的人，找到一个新创造的人，在想唔忙。所以今日圣经内底有一段小插曲，当这段发展的时阵，竟然有一个路人甲乙丙丁，就是故事中的一个证人。证人去迄个所在安怎？因为证人去个所在，这个证人到底是军队耶稣，到底咧行这条路耶稣，沿路行沿路传道，伊伫的是第一行一位这个人，还是这个人是真正要军队耶稣的无不管。
这是路人甲乙丙丁。这人可能看耶稣帮助这个贵妇信的人，帮助这个贵妇信的人，对啊，电视个讲到就新创造的人了。圣经这描写，叫一款不款的反应，什么款的反应？圣经描写讲啥？当看这个贵妇信的人，其实说是讲到这个人来讲，这个人脚干啦，害怕，就惊呀，就惊呀，唔能惊呀，这个人佮耶稣讲，耶稣，好啊好啊好啊，你离开咱。然后圣经描写讲，这个人有人真的是，也是不是说无聊，真的在意。去算讲看遐，不要去地条内底，不要去刷屏内底，遐低几只，伊讲2000只。圣经内底有描写这段，总是没有答案。但是没有答案的背后，现在我让另外带来一个思考。当咱期待耶稣给咱的中间，有时候真正心理技术给咱的中间发生的时阵，那真的这东西啊，惊讶，惊讶什么？害怕什么？害怕惊讶的背后是不是有一些疑问？没有办法肯定，是不是？想讲，到个代志是真啊假？这是耶稣的灵，那是真啊假？啊，想讲这个人给他改变，还是明仔载后日个又重操旧业？到底有好无好？而且害怕什么？害怕说，哎呀，哇，这个惊天动地的变化，跟我们想象中的落差太大了。我还没准备好，还没准备好，稍等了。我们是小心的人，我觉得那中间。跟矛盾给咱中间，等耶稣给咱中间来掌管咱的生命，帮助咱的时阵，如果你没有预备好，你会是另外一种害怕。甚至耶稣讲：“好啊，耶稣，你先离开我，先离开我，段时间让我小可啦，小适应一下，先离开我，互我去调整一下，先离开我，互我拢准备好势，你再过来。”是不是咱这个说好低？哇！一个社会的边缘人，其个所在，咱看做垃圾的人、笨手的人，今仔日竟然可以得到拯救，但是付出代价2000只低呢？2000只低偌济？那一只，我唔知偌济啦，一只咱假设一只啦1万块，2000只都偌济，都2000万啦，好用无？好用哦，可以做很多事工，但是用这是代价，给福音的合掌。到底要我们启示什么？这一步答案，总是这是一个互咱思考的对象。最后，咱来看这个互地府、互贵妇信的人。当耶稣就尊的时阵，迄个田互贵妇信的人，其实所在个聊耶稣讲：“耶稣啊，讲求你甲我啥个大？”为圣经的版本写讲，耶稣都无用稳，也是讲有的时候写讲耶稣暂时无用稳。耶稣暂时无用稳，讲我要甲你啥个大意思？先讲一样代志，讲啥？你先回去领导，先回去领导，将你今仔日所经历的这个信仰的改变，去甲你的亲戚朋友，去传扬你怎样主，怎样怜悯你，怎样所做这样事。当咱得到上帝祝福。当咱识到上帝医治，当咱对捆绑的中间真是新创造的人，上帝有交代咱一个功课，迄个功课是啥？为主做见证，为主做见证，回家去吧。有可能迄个原来迄个厝是排斥你的家，有可能迄个厝是你过去觉得不温暖的家。也有可能那个家是过去你曾经有回忆的家，但是那个就是你成长的地方。迄个就是你实存的生活，等于到你家己的厝，就是你等于到实存的生活、实存的空间、实存你接触的人，其迄个人需要主的福音，回家去吧。我们有地上那个自己的家。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我们一个信仰团体来对咱各间属灵的家。神要我们再又回到家，回到世间的家，
回到属灵的家，然后呢，为主做见证。所以，今日圣经教会里面写讲，这个人就为了耶稣，去到加利波地迄个所在遍地去传扬，最多人拢感觉奇怪，最多人拢讲感戆呀。伊传到到每一个所在，为主做见证，传福音。伊最多人因为看见这样书，圣经描写说就稀奇，有的版本是说就惊奇。当我们生命得到改变的时候，众人就惊奇。那个惊奇就是背后，就是因为主在我们当中。那么，要像咱在咱的生活中，咱注定来经历福音的大能，互咱在困迫中，伫在逃跑。13祈祷，听我的弟兄姊妹，感谢你。感谢你，在我的人生的中间，或许过去曾经，或许现在，或许将来，曾有很多的捆绑在我的中间。这捆绑，互阮过一个无正常的生活，互阮唔敢面对家己，面对上帝。所以感谢主，今日透过这段圣经，佮一个帮助阮。只有阮倒来到上帝面前，主要说你能，你凡事都能。求主你帮助阮，互阮经历着福音的大能，互阮讲到一个逃亡的人生。祈祷感谢，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请咱来唱回应的诗，圣诗149首，脱出罪恶黑暗的交界，脱出罪恶黑暗的交界。咱请起立唱全首。脱出罪恶黑暗的交界，主我就你，主我就你，入地光明的自由徛在，求主我来就你，就地白天你使我勇敢，心心能真你使我活命。脱离我罪，加上的力量，主我来就你，你归根消失败的苦境，主我就你，主我就你，也是一个的眼光的心。求主我来就你，地上烦恼你甲我安慰，人生风暴你甲我拨开，虽有艰难少念你恩惠，求主我来就你。放下自尊骄傲的心志，主我就你，主我就你，按你旨意心情去谦卑，求主我来就你，需要着放弃你的听堂，有时绝望你保我稳当，亲像钱顺转到你当，求主我来就你，爱也魔鬼实实的关系。主我就你，主我就你，今日白道的眼光无退，求主我来就你，
相比行也别不会含气，一日又掉汤平安行去，有长向好见黎明欢喜，有主我来救你。请坐。感献，只是咱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对你甘心乐意。如果你也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我的心很可你，催你落雁高之时，是个迷人可做，你愿更你万里孤，我的手啊。最刺眼，我可要为你献，常常陪你行路线。我的声音和你言，我以我落祖母天。我跟随的来叮当，我的声我很可你，愿存long他你记忆，我的再见。小树，甘愿听你吹起鼓，阿门。听阮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守守阮活命的道路，在你的面前，阮有满满的欢喜，因为你稳定的带领。阮会当搁一届来到圣殿来敬拜你，阮献上阮的感谢。即时，这兄弟在你的面前，将你所享受的时间、金钱甲才能，献伫主的台前，求主感觉。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阿门。请坐。咱就要请感动伊长老来做报告。大家兄弟平安。今仔毋知有迄个新的朋友来到中间同齐聚会无？无。咱首先咱嘛欢迎柯英宏牧师，嘛多谢牧师的讲道勉励，多谢。好，感谢柯牧师的讲道甲勉励。那今仔日开始，有迄个咱好的手册，你外口，若咪若未领的，当伫遐招待遐登记，来领一本，一号领一本吼。因为咱后礼拜要伫咧新堂要新堂9点半要举行咱好会吼。好，伫聘务小组继续邀请嘛欢迎咱会友若有适当的牧者人选。会当推荐吼，聘务小组到2月初3，就过来即个拜六截止吼。好，拄好讲的2月初4，咱9点半一场尔吼，一场伫新堂遐吼，新堂若有要请假，也是讲对你的名册有异议的，也是讲登记毋对的吼，欢迎伫个2月初3进前吼来歹势。有名册有异的，伫咧今仔日吼，今仔日来提出。若要请假，2月初3进前，小组长也是讲书记民族长老来登记吼。好，
2月7是早起8点半，伫个新塘2楼要会议室要调开小会，请小会员准时参加。2月7是下晡7点要伫个本堂2楼要举行咱的中职的直立训练邀请所有中职会当准时出席。遮提醒2月7早2月7早是新正咱今年无新正礼拜，但是2月11 2月11礼拜是初二，咱正常有2场礼拜。今日9点伫遮第2礼拜10点半伫个新塘华语礼拜，所以邀请会友准时来礼拜。好，教育部有要颁发证书，因为有参加迄个林北基要真理的6节课，咱有陈庆忠有顶管有名的吼，来请来头前吼，陈庆忠、陈秀蕊、谢丽欣、张慧娟、叶家珍、邱瑞贤、黄汉生、陈淑贞、徐维恩、李玉茹等10名吼来。咱要来办，来请徛伫头前吼，徛头前，来，咱嘛恭喜因吼，恭喜因真认真6节课吼，6节课咱来参加这林北基要真理吼，好，咱拍鼓来恭喜吼，好恭喜，好。来，较晏咧，较晏咧吼，较晏者吼，较晏翕相吼，较晏翕相好。好来哦，好，咱时间有限吼，来。好 ，OK， 好，咱拍鼓个叫我恭喜因吼，嘛鼓励咱所有的兄弟吼，若有开班的时阵，拢欢迎来大家报名吼。看下面10点半至11点半，伫咱1楼有迄个医疗关怀咨询迄个活动，嘛邀请有兴趣的兄弟，拢会当参与来服侍吼。好，全人生命教育协会嘛，后礼拜1点伫个新塘要召开会员大会甲志工大会，请所有的志工甲会员会当出席。友爱基金的申请到今仔日中昼截止，所以若需要的小组长赶紧将迄个申请单放伫个集会长老的信箱。一日过来拜六2月13 10点半咱熟悉咱真敬听的陈碧雄牧师伊要就任太麻里教会第5任的牧师受职感恩礼拜咱嘛恭喜伊好，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通解哦，来。有听就无惊吓，完全的听，赶出惊吓，因为有惊吓就有刑罚。有惊吓的人听也无完全实现出来。约翰一书4章18再过一遍，有听就会，有听就无惊吓，完全的听，赶出惊吓，因为有惊吓就有刑罚。有惊吓的人听也无完全实现出来。约翰一书4章18节以上。咱做伙来吟祝福的诗歌，圣诗402首，恳求主引带我脚步。吟诗说，请科牧师来祝祷。请起立。请起立。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大个保护，它是我眼睛的
愿上帝用你的话来起造阮的信心。愿主耶稣基督用你的听来帮助阮听上帝、听人，也听阮家己。愿圣神的同在，甲阮三一体，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